主席，政府咧嘅三司十五局咧，一向以嚟咧都係咧各司其職啊，同埋咧管好咧自己嘅職權範圍㗎。大家都聽到咧，我哋議員咧就好關注咧邱局長負責嘅呢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啦嚇。我想提一提嘅咧就係、香港開埠以嚟咧180年咧第一次咧喺施政報告嗰度咧係特首指示咧律政司咧要推廣法律服務，協同咧其他嘅專業去支援內地企業走出去嘅。所以我希望邱局長咧制定咧呢個出海專班嘅細則嘅時候咧，唔好唔記得咗邀請埋律政司派代表去考慮下我哋律師嗰個喺當中嗰個嘅發展啊。多謝。局長。多謝林議員嘅提問。咁我哋組織專班出海咧，有專業服務嘅。咁法律咧就係一定係一個專業服務啦。咁所以一定會同一個律政司底下嘅同事咧係密切聯繫。咁呢個唔需要擔心。啲律師公會會唔會透過政府部門出海，你哋會俾啲特別優惠嘅 discount？政府唔需要嘅，政府淨係叫DOJ 俾法律意見嘅啫。咁當然我一路咧都呼籲咧，政府咧要係外判咧俾啲律師事務所，但係政府咧一路咧都冇乜做呢樣嘢。15局咧都淨係咧用咗300萬嘅啫，上年去外判呢啲工作，但係律政司咧就用咗1.7個億。商界好多時都話律師收得好貴㗎，咁所以都希望你考慮一下啦。